大家好，我係張 Sir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拆解警務督察延續面試嘅流程，等你哋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將會面對啲乜嘢，點樣先至可以突圍而出。首先，延續面試，簡稱 EI， 係分上下半場 AM session 同下半場 PM session。上午你會經歷3個關卡：英文自我介紹、即席演講、小組討論。呢3關如果過唔到，對唔住，你基本上係去唔到下晝，因為去到下晝先會考管理練習同領導才能，而呢2個環節先係真正測試你有冇成為警務督察嘅潛質。我唔係講笑，淘汰率極高，通常得返2-3個人可以進入下半場，有時1個都冇。好，講返流程，一開場你會有2分鐘嘅英文自我介紹。完咗之後，考官會即刻追問你問題。問題會根據你事前交嘅 GF340 表格同埋另一份報名文件去問，目的係睇你臨場反應夠唔夠快，邏輯清唔清晰，夠唔夠冷靜。跟住會去到即席演講，冇得俾你慢慢諗，時間非常緊迫，測試你嘅思維、組織能力、表達能力同臨場壓力處理。而今集嘅重點，我哋會講自我介紹。雖然制度上冇話計分，但講句真心，其實已經計緊讓進分。由你踏入黃竹坑警察學院嗰一刻開始，已經係正式嘅考試狀態。你見考自我介紹嗰陣，好似淨係得一個白衫考官坐喺度，錯啦，其實周圍有唔少便衣、冇着制服嘅警員，已經監察緊你嘅一舉一動。你係邊個？講清楚你嘅背景，例如學歷、工作經驗，有冇管理人，有冇做過領導角色。去到自我介紹呢一 part， 嗰2分鐘千祈唔好講廢話，即係一啲 GF340 已經有嘅資料，你唔需要好長氣咁講。例如我2015年大學畢業，2016年去咗做銀行，2017年又走咗去做 RM 等等。你需要嘅係講重點，點樣包裝返你嘅背景同資歷，去應對幫辦評核嘅 checklist。你讀咗咩科？係咪同紀律部隊、法律、心理學、社會科學相關？有冇工作經驗？做過咩工？係咪涉及人事管理、決策、前線處理、壓力應變？有冇領導經驗？例如大學 project， 你係咪 leader？工作入邊有冇帶領過團隊、分配任務、處理突發情況？我哋依家跳去下一頁，你要記住，重點唔係你做過幾多嘢，而係你每講每一樣嘢要對準 key point。例如領導能力，你講嘅每一段經歷係咪展現到你曾經作為主導、推動進度、團隊協作，目的凸顯你嘅特質，點解啱做 PI 而唔係 PC 嘅動機，你點解要投考警務督察？你有冇用行動證明你想加入警隊？例如讀過相關書籍、參加過體能訓練、實地了解過警隊嘅工作，目的俾考官睇到你係有方向、有抱負，而唔係 hea 玩。對警隊文化有認同，想喺督察更大社會層面貢獻，你想點發展、點貢獻？而且你嘅說話同態度有冇展現到對警隊應有嘅誠信、公正、紀律感？你嘅溝通技巧，你講嘢夠唔夠清晰、有條理？講完人哋聽唔聽得明？仲有管理能力，你嘅表達內容有冇反映到日後有潛質處理到資源分配、人事管理、策略規劃？最後總結好重要，自我介紹，你要做到一樣嘢，令考官相信你本身係一個督察嘅材料。記住，自我介紹雖然表面上只係一個熱身環節，但實情係已經係第一印象戰場，真係計緊分。你嘅表現會直接影響主考官對你成個面談嘅態度，由一開始覺得你有料，定係當你嚟玩下，分別極大。而且呢一套自我介紹結構唔止用得喺投考警務督察、考入境、懲教、消防、海關都一樣用得。只要你識得點樣應對返每個部門嘅核心特質，就可以即時套用，唔使每次重寫重講。好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
記得返去練熟自我介紹，唔止要熟練，仲要背到出神入化，語速穩定，氣場夠強，背到好似好自然咁，就係成功嘅第一步。下集我哋會深入拆解即席演講，點樣喺壓力之下諗得快、講得穩，一步到位，唔好錯。記得加我哋嘅 Instagram， 我哋會每日分享投考唔同公務員同埋紀律部隊嘅面試技巧。